有冇諗過點解燈可以調光，可以調暗？咁就要解釋咩係歐姆定律。V 等於 IR，V 就係電壓，可以理解為推動力。I 係電流，係電荷嘅流動。而最後 R 係電阻，阻礙電荷流動嘅因素。例如你可以將電流想象成水流，而電壓就係水壓推動水流。如果我哋將水壓由10增加到50嘅話，水流就會越快。由此可見，電壓越大，電流就會越大。V 係正比於 I， 呢個就係歐姆定律嘅核心概念。去返點解燈可以調光調暗呢個問題，調節光度其實係改變電阻，而電阻係阻礙流動嘅嘢。例如加入過濾器，水流就會變慢，電阻變大，電荷流動嘅速度就會變慢，電流就會變細，咁燈就會變暗。相反，電阻變細，電流就會變大，咁燈就會變光啦。我哋嘅生活由手機充電到整個城市電力都離不開歐姆定律，所以歐姆定律係理解電嘅第一步。